耶和华有怜悯，有稳定，无快快受气，阁有丰盛的慈爱。咱若认咱的罪，伊是真实公义，要赦免咱的罪，洗除咱拢总的不义。即只咱三角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404首，互通世界逐所在拢吟讲，请起立。咱做伙来祈祷。万军的耶和华，主阮的上帝，我要感谢你。今早起，你组织阮来到你的圣殿敬拜阿罗你。今仔日是国内外宣道奉献的主日。特别上帝，我阁一摆献上阮的感谢，因为双连教会是宣教的教会。求你大大祝福伫阮的教会中间。在即个新的2015年的开始，我要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带领阮平安顺遂来经过2014年，也赏赐阮台湾在2014年的线尾有一个新的开始。阮心内欢喜着跳，因为阮知最后说你有大大保守甲祝福。阮台湾这个国家，在这个新的2015年的开始，阮更较要紧的是，阮爱紧紧牵着你，顺服你的带领，领受你的祝福。主啊，你知，阮常常有软弱甲犯罪，我要来你来认罪悔改。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阮无认真来传扬你的福音。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阮无认真来为教会的事工来祈祷。主啊，求你赦免阮，因为阮无认真来昆读圣经，装备家己。主啊，求你赏赐气力互阮，听阮的祈祷，帮助阮成做一个有路用的工人，会当去服侍众人。我若要为着今仔日袂当来教会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主啊，求你祝福因；有辛苦病痛的兄弟，主啊，恳求你医治因；有身心软弱的，主啊，求你坚固因，赏赐因气力，活出你活命的性命，并且顺探你的旨意来生活。阮知，阮安尼祈祷犹原是无够野，直接，我要用你教示阮的祈祷文来齐声讲：阮是天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话领导，你的旨意是正，伫对的准是天理。阮的历史，请你互阮，赦免阮的错误，亲像阮来赦免阮的人，无得传阮的敌视，就叫阮较要歹的，因为国、万民、平权，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门。主啊，
直接咱三角来启用，第启用19篇，第信息后面第29页，启用第19篇，我来启，正人来印。来啊，咱就耶和华唱歌。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对深的所在伫伊的手中。洋海属伫伊，是伊创造的。来啊，咱就鞠躬敬拜。因为伊是咱的上帝。今仔日，恁就听伊的声，就唔通硬恁的心。伫遮，咱继续来吟诗学了上帝圣诗168首，求主复兴教会，请起立。Amen.
直接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伫个约拿书3章第1节甲第10节。耶和华的话第2摆临到约拿讲：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我所命令你传的，你传互伊。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去尼尼微。尼尼微是极大的城，要3日才当会通。约拿入城起身行1天的路，传讲，过40日，尼尼微要倒坏。尼尼微人信上帝，就宣布禁食，对大汉甲细汉拢总穿麻衫。这个消息传到互尼尼微王听见，伊就对伊的座位起来，脱伊的礼服，穿麻衫，坐伫火釜，各出故事，照王甲贵族的命令，传互尼尼微通城，讲人甲精生、牛群、羊群拢毋通食，毋通啉水，连试看嘛毋通。人甲精生拢穿麻，拢着穿麻，大声求救上帝。逐人也着离开因的歹路，甲因的手所做的强迫，检采上帝回心转意，挽回伊的大受气，互咱无迷无业感。对安尼，上帝看因的所行所做，有离开因的歹路，上帝就退回伊所讲，要降互因的灾祸，也无降落。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才安尼去行的人。即只咱来邀请咱本堂的牧师平行道牧师，要来互咱分享的信息。伊的信息题目是顺服主，向前行。咱共同来领受。弟兄妹，大家平安。今日是总会所定的宣道纪念主日，咱要做伙对着约拿书的中间，约拿先知来探讨、来反省咱的信仰，伫宣道顶头反省咱的性命。约拿这个故事，相信伫细汉咱主日学到大汉拢有听过，可能咱读册内面就是一尾大鱼，将一个人吞落，3天了后，将这鱼仔佫吐，鱼仔就将人佫吐出来。这个故事的中间，我相信囡仔的时代，咱会当相信，咱食做大人了后，咱入目真济了后，你犹原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有一个圣经学者就伫遐想啊，这无合理，无合理。所以讲，这是讲一个譬如，讲一个故事，也是讲这故事的背后有一寡信仰反省的所在。这是有一寡学者安尼讲。但是呢，咱来想看卖，若讲到譬如，主耶稣有讲过什么譬如？龙珠的譬如的故事，敢毋是？龙珠的故事是真的假的？毋是真的啊！伊内底道理，这龙珠的老爸是安怎？哪参就上帝听？这龙珠就是咱这有罪的人啦，敢毋是咧？这故事无这个人，但是呢，约拿书的中间有这个人无？有，安尼也知。咱来看《列王记下卷》14章25节所在，《列王记下卷》14章25个所在有提到约拿这个人。耶稣嘛讲过约拿，马太福音16章第4节所在有讲到约拿。所以约拿这个故事，毋是人家己编一个故事，甲咱教示一寡道理，毋是啊，这是真正的故事。所以，咱今日所读约拿书的中间，咱对经文中间，咱看这经文时，这是真正发生伫过去古早以色列亚述帝国迄个时代真正发生的代志。咱来看这圣经时，
你要将这当作是一个真正发生的事，来做咱的信仰的反省。头一项，咱来想，为什么约拿无爱去传，无爱领受上帝的呼召？约拿是的身份是先知啊。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就是爱传讲上帝所吩咐交代。真济先知拢是上帝所拣选的，吩咐伊爱做上帝的工。但是头一项呢，先知约拿，伊是有真清楚听到上帝话，敢毋是咧？但是第二项，伊无愿意顺服。伫约拿书的中间，约拿这个字就是指影，信心就是指影，指影意思就是温柔顺服。啊，这伊所做甲伊命是倒并的。约拿为什么无爱去传讲上帝所交代？我讲约拿真正是怨天叫大。上帝叫伊往东，伊就往西边。咱来看这地图吼，倒边以色列所在，到伫正边这所在，尼尼微城。尼尼微城是亚述帝国的上界大的城市，上重要的首都吼，上界重要的所在。对这以色列要到伫尼尼微城，伫山距离嘛差不多有800公里。啊，下一边这张吼，约拿咧，上帝叫伊往西边，伊就往东边。这阵，约拿真无听上帝话，敢毋是？啊，先知哪会安尼？我相信咱拢捌受过这个问题，可能咱就想讲，约拿这个人吼，佫是爱先听伊个国家，因为以色列百姓或者亚述帝国来欺负，是伊对敌国，所以呢，因为听伊个国家无愿意将这悔改信息来传互尼尼微城的人知，敢是安尼？应该毋是。古人讲亚述帝国军队真强，因真爱小台小战，所以呢。这个可能是约拿惊死。咱来看伊这图，搁再来听。这是尼尼微城，这是尼尼微城登记做了的图吼。下一张，你看这个图，这图是什么意思？这是古早亚述军队的军人，将这战败的人用这柴磨甲尖尖。棍仔磨尖尖，对啊，伊巴肚啊插过，所以你看，伊有残忍无？讲下一张图，这张图是亚述帝国这军队将对敌国人的皮剥落来，剥皮呢。所以有人就想讲，这约拿吼，可能是惊死。先知到伫尼尼微城要宣告，你有罪啊，你来悔改。哇！是到时互吊起来，剥皮呢。所以人想讲，约拿先知是可能是惊死，敢是安尼？其实约拿是一个毋惊死的先知啊。咱来想看卖，我望咱今日讲道听了后，你转去看约拿书，对第1章看第4章。约拿书的中间讲到。上帝呼召约拿的事，伊安怎？你船顶头风影真大，遐人拢真着惊，开始抽签，什么人得罪这神啊？抽到什么人？约拿，约拿讲好啊，无你甲我等海底啊，有无？伊会惊死袂？死袂悔改咧。约拿是毋惊死的人呢？所以你上帝叫伊尼尼微城宣告一个什么悔改福音的事，约拿毋是惊死啊！伫约拿和西经验中间，
对伊来讲，伊当理解，伊当认同上帝所讲的话时，伊才有愿意要去行。有那的服侍经验，有一个真好的经验。即倒转去看圣经，列王记下卷14章25节所在，即讲到，其实这故事是以早约拿伫做先知，即以色列百姓的中间时，上帝会话临到约拿，你爱甲亚罗波王立誓讲，这王上帝约拿来启示，伊讲上帝啊，即时你爱叫我这歹的王讲话，讲预言啊。但是呢，约拿心内底一定想讲，这尔歹的王得罪上帝的王，我应该按因讲什么？可能爱宣告，你3天内底你就爱死，你国家会毁灭掉，国家因为你坠落。这城市吼，可能互这对敌来攻打。可能约拿心内底的思维，可能是这么代志。但是你知影无？上帝怎样吩咐约拿？上帝讲：约拿，你爱甲这王讲，上帝祝福你的国家，祝福你的百姓，互你国土会当扩展。上帝祝福你国家更加强。哇！这话临到约拿的时，约拿拄开始嘛是顺服。上帝，你是上帝，我是先知，所以我就遵照你吩咐的去讲。果然啊，这国家愈来愈强，但是王愈来愈歹，所做的代志，济无下主的心意。所以约拿的心内底想什么？上帝啊，人民无法度互人悔改，人民这百姓这个王，因犹原继续犯罪，继续无爱悔改。所以伫约拿的经验中间，伊在想讲：上帝啊，你搁来啊！第2遍啊，你搁甲叫啊，叫去倒位？尼尼微城，遐人有够歹的，做真侪歹代志。伊的声音，伊所做的歹，到伫上帝耳孔的内面，真歹吼！这时上帝有临到约拿，所以伫约拿书第4章第20节所在讲：耶和华，我伫本国的所在，早毋是甲你讲啊吗？你搁来啊！因为你是安怎稳定的上帝，有怜悯的上帝，无快受气的上帝，有丰盛慈爱上帝，所以你即摆吼。叫我去宣告这款悔改消失了后，人安那悔改了后，得救了后，搁做歹，这种代志我不爱做啊！伊家己有家己的想法，所以伊讲：主啊，上帝啊，你叫我去吗？我就不爱。你叫我去塔苏这所在，去西班牙这所在，你叫我去尼尼微城。歹势，你叫我去尼尼微城，我就啥物？他是西班牙去，即届我袂啊。顶届我经验真歹。咱的生命中间有当时，咱亲像约拿同款，约拿就是照着伊家己的想法，毋是照着上帝心意。即阵上帝讲你去中国传福音，你袂无？中国人真歹。中国人真无老实，中国人欺负咱台湾，中国人安怎？那上帝呼召你去中国传福音，你有愿意无？也是讲咱有咱的想法，咱有阮的意志，咱的想法是讲，我想会通才会使，我想袂通袂使。咱透过约拿的故事中间，搁一届咱反省，咱是怎样在宣告？咱是听上帝声，还是听家己的声音呢？约拿真做一个先知，伊心内底真痛苦，所以伊到伫尼尼微城，伊的服侍真有效果呢。尼尼微城要行几工？3天，第1天因拢悔改啊，对王到下面的人拢悔改啊，拢认罪啊，有欢喜无？
无啥欢喜，因真歹人，上帝应该甲你处罚。佮派我来讲，40天了后，你会毁灭掉，真有真正毁灭掉。对约拿来讲，我是先知呢，上帝，你讲我讲句啊，40天以后敢有毁灭掉？这对先知来讲是真痛苦的代志，这是假先知呢。啊，大家讲我骂我是假先知，所以呢，约拿真生气啊。过去的经验。对伊来讲，上帝啊，你怎样要怜悯这款的人？但咱的厝边头尾，咱的朋友中间有这款歹人无？有无？你拢是好朋友，无歹人。有当时上帝就透过咱这基督徒，向别人分享主耶稣的恩典甲听。你来看。约拿书的第4章中间，上帝煞尾怎样甲伊讲？尼尼微城的人，这儿童就是袂当分出倒手正手的人，有几个12万人呢？表示这个城市可能有4倍以上的人口，5倍以上的人口，60万人、86万，拢有可能啊！上帝甲约拿讲。我敢无疼这人吗？我敢无怜悯这人吗？约拿是会想的是家己的心，毋是上帝心意。上帝甲约拿讲，这人因需要我的疼甲怜悯，伊需要稳定，就是要透过你去宣扬这款的福音。所以第2项，咱就讲到，咱基督徒咧，咱基督徒应该是顺探上帝心意的人，顺探上帝，领受上帝，照上帝吩咐去做。虽然咱毋是先知，但是咱生命中间，咱的生活中间，有当时亲像约拿同款，主你罔讲，我罔听，我无照你所讲的做。但是呢，上帝就透过咱这无完全的人来完成伊无可能的任务。约拿是毋是完全的人？先知通常是拢足歹，脾气无啥好。你有发现无？伊坐伫遐看啥？尼尼微城有倒无？啊，上帝啊啦，蓖麻树互伊啊啦，遮阴遮凉。但是呢，到时无时，上帝派一个虫甲这全部咬了时，安怎？约拿开始生气呢？其实咱的生命是无完全，但是上帝呼召咱，毋是咱的完全，咱就要体会上帝心意。咱的教会去年开始，咱有无种讲义所？咱就开这宣教的课程，就是鼓励咱兄弟姊妹你去宣教的所在，你去别个国家来宣扬主耶稣基督恩典甲福音。有这兄弟姊妹去参与在宣教事工的中间，这是拄仔开始，这是一个开始。咱教会啊，真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啊，真做有疼惜的教会，啊，领受上帝命令的教会。有一个人甲我问讲，啊，咱台湾人真侪还袂信耶稣呢，为什么要到伫这么遥远的所在来传福音？其实传福音甲国内的宣教是相辅相成，这无对抗的。下一张，咱来看这是啥人？你拢熟悉哦，马介。啊，另外一个是马雅各医生，这是加拿大的人，这是英国人。我问一句话咧，是加拿大的人拢信耶稣了后，马介再来台湾吗？是马雅各医生英国迄所在全部信耶稣，伊个再来到台湾吗？毋是呢。咱迄当阵台湾是宋乡啊，真正病毒污秽拉散的所在，无读册、无知识的所在。
答应愿意领受上帝呼召，到伫台湾来服侍。但咱敢毋是应该离开台湾，到其他的国家去服侍其他的人嘛？有一个人去国外宣教的经验，去国外宣教，倒转来台湾了，才发现讲，哇，台湾这好团，我有啥物无爱好团？来看一个见证。大家好，大家平安，こんにちは。我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年暑假去日本的东北参加短宣的一些经验跟见证。那我们要出发之前，其实我们知道说日本是一个属灵的硬土，是一个福音的沙漠。那边的人就是很富裕，很有礼貌。但是如果你要跟他们谈福音，他会说：“哦，那我不要收你的东西，会跟你保持距离。”所以我们去之前，其实我们很担心。然后当地的宣教士到了之后，他带我们去博物馆去看那个灾区的组合屋，然后我们会有机会去跟博物馆的馆长聊天，然后我们会有机会去跟灾区的那些欧巴桑，我们就喝茶，然后吃他们自己种的一些蔬菜啊、豆子什么的。可是宣教士会告诉我们说，可能就这样，我们可能没机会唱诗歌，没机会传福音。那我们其实是就抱着说，我们就是跟他做朋友，我们就是去跟他建立关系，就是去爱他们这样的心态去的。可是我觉得神真的很奇妙，因为宣教士也很感动。他说，我们在到了那个博物馆，再到了那个组合屋的时候，我们很奇妙的有一个机会，就是刚好那个博物馆的馆长他那天膝盖痛，然后他走路走得不太好，然后组合屋的一群欧巴桑告诉我们说，他们明天要抽签，然后就是政府要把他们的土地重新安排，然后我们就。因为我们已经前面就跟他聊天啊、喝茶，然后唱邓丽君给他们听，然后我们就说我们可不可以为你们祷告？他们说好，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个博物馆的馆长祷告，我们也为组合区的这些欧巴桑祷告。然后宣教士后来在回去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去那边1年多，这是第一次他们有机会为那个馆长祷告，第一次有机会为这群阿嬷祷告。那我们都觉得很受激励、很受感动，就是。有时候神的作为真的是在他的时间，用他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心意，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那我就会觉得这种宣教的经历就是很奇妙，超乎所求所想。所以我觉得如果弟兄姐妹你是对经历神有负担，或者说你想要更多经历神，甚至你想要试着去爱，好让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神更多的爱的话，我真的是非常鼓励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宣教。有当时咱才是有那共款，坐借口。其实咱想看卖咧，咱会当为着亲人，伫遥远的美国、加拿大、其他的国家、日本的国家，咱要探亲的是因为听缘故。咱开咱的时间，咱开咱的银钱，坐飞机去看咱的亲人。但是咧，伫宣教顶头。有一个人，咱像咱的亲人共款，伫国外所在听候主耶稣基督福音啊。咱却是计划咱的旅行，咱计划咱的真济物件，咱的需要。咱会当计划真济，但是咱无一定听上帝声。咱的教会真富裕，咱有真济资源。但是主耶稣互咱领受这资源，就是爱将上帝恩典甲听分享出去。有人讲宣教一定是爱较去落伍的所在，去比台湾较差的所在，其实无一定呢。日本不比咱较差，日本真济物件比咱较好。但是呢，因的心灵的需要，因需要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拯救啊！去宣教，毋是讲我要选倒一个所在，乃是要听候上帝。你要祈祷，主啊，你要找去我到底什么所在？毋是迄个所在真富裕，也是真爽享，
尼尼微城比以色列来讲比较较好呢。尼尼微城真水，伊个文化真好，因真侪项物件比以色列百姓较好。但是上帝呼召约拿到伫尼尼微城，但主耶稣有呼召你，有呼召我嘛？有啊。聪明的人计划未来啊，智慧的人顺服上帝计划。聪明的人真有计划，计划一堆为着家己；但是有智慧的人顺探上帝计划。我希望伫今年中间，新的一年的开始，咱就好好祈祷，咱就好亲近上帝。主啊，你要找去我到伫哪所在？无一定是国外的所在，伫咱的教会有真侪福音队、地选，在青少年、在儿童到伫其他的所在，嘛是伫台湾的所在。你讲主啊，我要做什么呢？咱基督徒，咱会当，咱少年教会每一个信徒会当为着宣教做什么呢？头一项，为着这宣教师来祈祷，为着这宣道的事工来祈祷。大家都听过一个报道家布永康牧师，真出名。都开始伊伫传福音的时，无偌济人信主。伊伫非洲的所在传足久诶，有一间伊破病真严重，哪场就要死去啊！但是咧，伫迄阵，伫个故乡有一个阿嬷，半暝啊，上帝呼召伊起来祈祷，为着这个宣教师布永康牧师来祈祷。对迄暗时了后。经过迄个暗暝，伊身体完全得到医治。因为伫非洲迄个所在，要看医生真无方便啊，无病医、无医生、无遮医疗设备。但是伫遥远一个阿嬷，通宵暗时为祈祷，伊的病得到上帝完全的医好。大布永康牧师伫全世界，尤其是伫非洲的所在传福音。一届报道会就千万人来信耶稣，上帝使用伊的生命，继续使用伊的生命，透过一个阿嬷的祈祷。但是我会当为着这地选会当讲祈祷，有个久长宣教这宣教师来祈祷。第二项，你会当为着宣教的事工来奉献。伫全世界，包括咱的台湾。有真济这宣道的这样单位，因设计了真好的课程，训练这宣教师到伫世界各所在来传主的福音。因需要咱的代祷甲奉献，伊需要咱的帮忙。第三项，你会当参与第一期的宣教的行动。你可能无上帝无呼召你，真做专职的宣教师，但是上帝可能呼召你参与一第一期的宣教事工，透过你的专业来服侍宣教地区的人。咱来看一个见证。我感谢主，互我有机会去到伫非洲的所在，因为我是做服装，所以想讲用服装来做服侍，去到伫马拉维、布吉纳法索、肯亚、伊索比亚几来国家去遐参与。我将我的技术，就是教做衫裤，伫遐帮助因遮的兄弟因着做了足欢喜的，着随时用着因手所做的，穿伫身躯的时阵足欢喜，因着感觉讲，恁哪会遮尔疼惜阮？恁是安怎要互阮？阮着感受到上帝的疼，就是安尼，将你所会晓的去甲因分享的时阵，互因有一个技术，将来嘛会当互因的生活得到帮助。这是我真爱继续做的事工，因为就会当互因
会晓做家己的衫裤，会当帮助因的囡仔，因的囡仔拢衫裤破鼓鼓吼，所以会当互因会晓技术，甚至材料我拢传去互因。我相信咱双连教会有这个气力，诚做因的帮助，毋望咱双连教会会通搁较侪资源吼，是遮个迄个牧者会通做伙去到伫农务的所在，特别非洲的所在，真正足需要咱大家来参与。毋望咱若是你的感动中间，咱毋望咱双连教会当对伫遮个非洲弱小的国家去做真好的事工，因为真正福音会当互人伫散享的生活中间得到帮助，亲像咱台湾过去也是安尼得到上帝的疼伫咱中间。多谢大家。兄弟姊妹平安，我是伫今年，也就是2014年6月，甲我的太太胡瑞芝老师同齐去缅甸的丙午轮发亮之家伫遐服侍。我伫遐大概8、9天的时间是甲因的新学生有10几名的新学生斗阵。伫遐，阮通过协谈、心理学、灵修操练以及个别的灵修单位来帮助因更较深入了解因家己的性格、家己的内在的性命。通过这个，互因更较深化因的灵修的生活。伫这几天的服侍中间，我是深深感受到因献身的这个精神，因为因拢是非常少年的时，就已经决志要将因的一生奉献给主，成做一个传道人。因每一个人献身的故事，拢是非常令人感动。总是伫另外一方面，我也看见因迄边神学教育迄个资源的欠缺，包括因的图书馆、因的师资以及设备，拢是非常的欠缺。咱若是要培养一个好的传道人，这拢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因这人毕业以后，拢是会去开拓教会、宣扬福音，所以若是会当有更较好的资源互因，因会当训练更较好的传道人，或者个福音的宣扬会当更较有效。所以伫遮我呼吁大家会当尽量支持因的神学教育，也会当常常为着因来祈祷。多谢大家。这是第2次踏上怒江新村这片土地。除了看见我们之前所撒的小小福音种子，在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持续被栽培，内心感到无比的兴奋外，最令我难忘的是连续2晚的报佳音活动。我们一行人走在黑暗没有路灯的土石上，这2晚分别走4小时，一家又一家传扬主降生的喜讯。原来在每一条偏远的山路，都隐藏着渴望我们前往报佳音的家庭。在报佳音的第1晚，有3个孩子挨近我身旁。起因是我的手机内建手电筒可以照亮我们报佳音要唱的歌谱。后来不知不觉，我们就一路上一起走。突然间，我发现我的手机快没电了。其中一位9岁的小男孩说：“老师，你的手机不是快没电了吗？走路的时候可以把它关掉，等到要照亮歌谱的时候再开就好了。”我说：“不行不行，太暗了，老师要开着手电筒的灯照亮前面的路，看不见路会跌倒的。”这男孩说：“不会不会，天上的星星有光，会照亮我们的路。”我还是很害怕，口中就一直说：“不行不行，我会跌倒。”后来这3个孩子们就牵着我的手，我们仰头看天上数不尽的星星，这是我在台北从没有见过的。我们大步向前走往下一个家庭，我发现他们在黑暗中靠着星光走得这样有自信，这样自在。在黝黑的路上，这3个孩子唱着宣教师谢怡文老师教他们的诗歌给我听，有些是我不熟悉的，但这些孩子们一首接续一首，即便在黑暗中没有谱，他们仍然能够背诵地唱着。突然间，我发现我们前面的路亮了起来，或许是我习惯了星光，或许是孩子们的歌声让我的心沉淀下来，害怕跌倒的恐惧消失了。
不要以为我们对这些村民和孩子们所传的福音种子没有发芽，其实他们内在生命的成长超乎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年缅甸的旅程，看似我们去帮助他们，其实却是我们与他们一同经历一场丰盛的属灵飨宴。他们看似贫穷，其实内在却富足。如同诗篇第8篇第3节到第4节说：“我观看你所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回到没有满天星空的台北，闻不到烧垃圾的怒江生活味。其实某种层面，我们是否看似富足，但内在贫穷？除去心中的欲望，引导我们的星光，就会照亮我们前面的路。感谢主。EM 的这个夏日营，EM 的这个 Summer Camp 英语夏日营，我觉得去了之后有一些感想。最重要的，我其实觉得说，就是我们大家从小都是学会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人家教我们的。那当然教我们我们可以教的，对这些对小孩子来说，很多可以帮助他们以后生活上。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教导他们怎么依靠上帝。那这个是生命里大家学会最重要的一个课程。那我们能透过这种方式教导这些小朋友关于上帝怎么依靠上帝，我觉得这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生命中是最重要的。那当然我觉得看到他们最值得的就是看到他们闭上眼睛，很诚恳、很认真的，就是向上帝祷告，教导他们这一件事情，是这个夏日营所取得的最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夏日营，我看到一点上帝很奇妙的一点就是说，他可以透过一样东西达成很多个重点。那就是我们去那里，虽然说上帝透过我们祝福这些小孩，可是透过这些小孩，上帝也透过这种经验来祝福我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上帝奇妙的一点，就是很多时候他可以用一样东西来达成很多个目标，而且对于好的东西，上帝是非常慷慨的。就是我感觉上就像说他在喂小朋友，那我们也分得到吃，而且连那个碎片也是这么的美味，这么的好对我们。过来，咱就是讲到，除了你会当用你的专业来服侍，可能咱的专业无同款，上帝和咱的文字无同款，但是透过咱的文字，就福音也经济，伫咱要宣告的所在，你去叨位，由上帝来决定。咱咪当奉献，透过咱的教会奉献来帮助迄个所在的需要。咱来看这图片，这是咱的教会天母小组在出钱帮助一个所在，因为迄个名袂当讲咱讲出来有当时因较麻烦所以我有一寡名我袂讲这是咱的天母小区为着一间教会来奉献，因为遐无水我嘛去过迄个所在，要食物件、要洗物件、要便所、要抢水拢真困难，所以迄当阵就是爱开钱，因无钱才乌济所以透过黄正辉执事到伫迄个所在，参与透过教会奉献，下一张参与伫这乌济这工会中间，这嘛是伊的专业。我相信咱每一个人，上帝和咱恩赐无共，无论伫国内，也是到伫国外传福音。盼望上帝
让咱出声，咱回应上帝呼召，做伙同心祈祷。怜悯听我的特别上帝，主啊，我心感谢到你。主啊，我在对约拿的中间，还是着顺服；在约拿书的中间，还是着上帝。你是怜悯听谈的主，你听世间人，你听世间每一个人。但主，你嘛呼召阮正做你的门徒，就是爱行出去，宣扬主的福音。教会存在意义甲目标，就是要传主你的名。教会存在意义，就是互万百姓正做你的门徒。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阮正做你的门徒，将福音传出去，互万百姓正做你的学生。愿上帝让咱出声，咱听候主你的呼召。完成主你家己的工，奉主耶稣圣尊名求，阿门。直接咱来上映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请起立。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惠、上帝权柄、圣神的相通，祝福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上帝互阮灵魂体拢得到精英，为着宣告、奉献阮家己伫你面前，咱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求，阿门。且坐，袂倒散会，领受上帝差遣。